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9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经过中选会抽考总统大选的候选号码，宋楚瑜是1号，韩国瑜是2号，蔡英文是3号。在中华海边发现死猪、死鸡加死鸭，初步认定是别人偷片，不过也送到检验。交通部初步规划5用高架道要通到苗栗的头份，不过苗栗县长认为讲爱做到东河。在今仔日经过中选会抽考总统大选的候选号码，宋楚瑜是抽到1号，韩国瑜是抽到2号，蔡英文是3号。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出席财政部活动，面对着韩国瑜批评伊利用公务行政伫咧走选举，蔡英文也表示讲，希望韩国瑜爱讲出具体事情，也反驳韩国瑜讲，民进党未来若准来连任，未来就是惨。蔡英文也用成绩来证明讲，台湾各项拢等来进步，也搁再问讲，高雄市长是走去倒位咧？大社会3张选票告台湾，民进党错落甲，唔若要求连任，嘛要拼政党票，甲国会过半。总统蔡英文有政务行程，是偌亲自来代替伊抽口啊。针对韩国瑜批评伊利用公务行程走选举，蔡英文吐一口气讲，希望提出具体事情。我请他拿出具体的市政，可不可以呢？这个韩阵营呢，在这段时间以来哦，常常用概括性的语言，或者是用很不负责的语言来指控我们啊。我们的做法跟前任的总统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另外，针对韩国瑜表示，若是民进党执政，未来4年敢若惨赢，蔡英文嘛用政绩提出反驳，强调讲国家在进步当中，各用高雄市民则是要问讲市长伫倒位来甲伊考试。整个国家是在进步当中哈，倒是高雄市民想问的、想说的，就是市场在哪？错乱唔拿反击，佮做伙批评国民党，因为党主席讲敦义甲那亚立委夹着手，甲萨保勒检察争议讲是一个小意外。罗清德直接点名讲敦义安尼暗砍家己的人，这款的政党作为未去得到民众的支持。的确是在不幸的事件上企图获取政党的利益。那即便呢自己政党的委员荒腔走板，乱象丛生，他仍然不以为意，替委员功过是非。另外，大选的辩论到今还未确定，蔡英文嘛去用这个较介意换历届第4台，不过伊强调讲，无论是倒一个媒体来办的辩论，拢会真认真准备。针对有日本学者警告，要注意中国会伫咧选前暗杀台湾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伫咧选举最后阶段，会尽上大的力量，甲为咱的准备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去到中选会抽口抽选，出来佮甲伊副手张善政做伙唱歌。不过也是批评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利用公务时间伫咧走选举场。另外，韩德赢透早也召开记者会，讲网络伫咧流传韩国瑜的合成相片，讲要来甲因提告。不过有人出面承认了后，说讲暂时无爱告啊。我们俩牵着手呀，选总统呀，选总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号码抽了后，看起来心情真好，求张善政的手做伙伫唱歌。不过同一个时间，韩林也嘛召开记者会，讲网络面顶有流传一张韩国瑜的假图，可能是民进党想要抹韩国瑜的第3粒核弹，呛声讲要提告。不过想袂到下晡态度转变，讲有人已经承认讲是做盗的人，即马不爱告啊。选举选到这样子，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入流。而且非常的下三滥。我们借这个机会再一次重申，未来如果有这种酷手的照片、恶意的抹黑、抹黄、抹红、抹绿，我个人一定会提告。韩国瑜继续批评对手，这个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无请假，利用公务时间来走选举的行程。蔡英文总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他并没有请假，而且绝大部分的公务行程都是以拜票为主。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告诉台湾人民，公与私要分开。副手张善政赶快嘛是批评蔡政府，要求外交部调回驻日代表贾中定向立法院来报告所开成的案件。外交部卢部长，请你命令你底下的代表回来向立法院报告，尊重民意。吴钊燮部长，你不要护短。
张善政希望食中调唔通搁味啊，应该甲优惠的关系，啊，佮有家己伫咧所起成的案件内底所办的角色交代互清楚。大选时间差不多敢若剩1个月，国民党韩流甲别发动火力来攻击，两个人做伙拍拼，想要拼胜选。记者综合报道。自民党不分区立委的提名者在今仔日也去到中山会投靠现场，也是想要来拼政党票。另外，民众党也想要拼入去国会，说互绿党的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也讲，郭文德就是互郭文德家族风势催生者。郭文德也讲，韩国瑜会爬起来是因为民进党甲伊无关系。亲民党秘书长李鸿钧代表宋楚瑜抽签，佮带亲民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高喊唐诗华、老友党单一这做位来，因为亲民党除了拼总统，佮爱甲国会是出步调。是人民觉醒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再被蓝绿来绑架。亲民党不分区内底有郭家军，台北市长郭文泰带头的台湾民众党嘛有郭家军，但是最近郭台铭甲郭文泰的关系，互大家拢放大咧检视。佮有风声讲郭文泰对郭台铭甲亲民党的关系无啥欢喜，郭文泰以制作上的讲法来解说。对制造商来讲，他也不会只找一家代理嘛，常常他也找好几条通路，所以对我来讲，这一直 OK 的，我都可以接受。消灭亲民党。这么赶快，不要把很多这种自然发生的事情都算在我头上。郭台铭对郭文泰来讲是敌人，也是朋友，伫民众党内底一直咧讨论。但是郭文泰要防范的，阁有绿党的攻势。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伫面册讲，韩国瑜落南选高雄市长，短时间内底制造出来的韩流是郭文泰造成的。郭文泰对此敢若无啥同意。博伟去看多少代表，这个韩流是你们民进党执政不利的，刚好又什么823水灾啦，又什么普悠嘛，一连串加起来，才造成韩流。而且现在说韩流出现，现在还怪我，那时候是我的网军，天哪！我要是有网军，我现在每天挨打。政治上，其实何必去当小绿呢？你想小绿结局就是常常变人家的尾巴党嘛。敢若是暗示绿党的政治立场，郭文泰话愈讲愈酸，2020抢进国会，小党的拼场愈来愈激烈。记者台北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前1个月过，检调单位也在国旗头开始查选举案。到11月底，拢总有378件，其中可能是来自中国或者是香港、澳门的资金，要来影响选情的恐件是有5件。另外，最近也常常听到讲，若是选调，就要请人食鸡排，这款敢是贿选的情形呢？咱也来听法务部的解说。发财车地满一地地万用塑胶阿妈是国民党立委参选人蔡玉辉的竞选名，车头准备送去文情说明会，被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大会员阻止，指控伊涉嫌贿选，警方将证物扣押送去检调。蔡玉辉无认为有贿选，决定提告。这么多的一个文宣品，加起来远远超过30块。如果这个不是贿选，什么才叫贿选？成本15块尔，15块，我绝对唔是像因讲超过30块的文宣品我先感觉那位是抹黑啦。2020大选热扑扑，国民党扫街造势也常常发送文宣品。最近网络阁出现真侪篇写着卡苏3人当选，就送鸡排这篇文，所以引起是不是算贿选的质疑，也未少候选人送礼超过30块，互外界质疑法务部是不是将款认定，放宽30块以下贿选看站。金额它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候选人跟选民之间，他们是不是有行收贿的这个意思？法务部强调，如何才算接受贿选，也是要看个案是不是有对价关系，也未只看物件是不是第30块。八最高检察官律师郭志珍也表示，检调会针对竞选名是不是影响选民投票意愿，来判断是不是贿选。并不是说一定超过30元就会构成贿选，你送的对象是谁也很重要。如果你30元送的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人，或者是说根本不是在你这个投票区域选区内的选举人，那很明显就不会构成有对价关系。2020总统大选春个月会，全台检调一调查贿选，最高检察署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检署受理的选举案件378件，被告586人，有6件境外资金介入，大陆加港有资金介入5件上侪，是不是有有心人士干部选举检调一个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的非洲地质疫情到今拢无缺点，上界害就是各有旅客想要对有疫情的国家炸把品或者是用假的方式想尽办法要送到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讲，旧历过年就要到啊，唔若对中国来的连东南亚的把品拢爱特别注意。中华邮政的卡车为桃园国际机场，甲民众为海外寄来台湾的包裹送到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所送大甲包裹运送到7楼，先由检疫犬开始检查，是毋是有违规的肉制品，接下来佮送往电工机进行100%检查。根据统计，逢年过节，民众为海外寄包裹等来台湾数量大增加，平常时1个月18件违规，今年9月中秋假期就有149件。那这里大家就可以印证到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年节送礼对于防疫所形成的这个冲击。国内为去年到搭，伫边境产样非法带入来的猪肉制品2730件，总共有203件验出非洲地质阳性反应，其中中国验出阳性的比例是14%，越南更高41%。农委会指出，明年旧历年过年检疫工作更加加重。今年的过年，我们所遇到的是所有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这边，总共有10个国家。今年的过年所遇到的挑战会比去年还更多。虽然邮局包裹检验严格，不过嘛出现有民众买中共大陆的捕鼠器，正常的肉肠送来台湾无互检查出来。对此，农委会表示，除了要求电商平台要加强管控，嘛呼吁民众若收到这种物件，一定要寄予防疫单位，袂当黑白单调。记者林俊文、曾志成 SNG 小组台北报道。彰化大城的海边小连续2天拢发现尸体在今仔日各有2只以及着21只的鸡鸭的尸体。彰化县动防所初步认定讲是较小型的饲猪场伫咧乱拼，不过惊讲这尸体也有病毒，也已经送到相关单位进行化验。青塔市防护伞防疫人员无用消毒，伫彰化大城南边海保救防锁线，在其安检所人员阁发现2只尸体也有21只鸡鸭尸体。经过通报了后，防疫人员去采样，就伫原来所在将动物尸体收掉。在大城乡南段海堤岸径约10公尺处，发现2只猪只尸体以及21只的鸡跟鹅，马上启动防检疫标准作业程序，拉起封锁线。穿上防护衣，实施现场人员管制。彰化大城海保连续2天看到尸体离这所在2公里外北部花水门，伫礼拜日也发现5只尸体不过彰化县动防所认为非洲地质可能性增加，不过伊愿意相关的防疫规格送去检验。2处的出海口相距大约在2公里左右了，那是不同的溪流。从上游流到出海口的，非洲猪瘟的可能性很低的。尸体检验结果按算1月11出来，彰化县动防所初步判断是小型饲猪户恶意拼出来，会甲派出所辖区监视器追查，也加强宣导尸体应该依照规定送化剂厂处理，若无会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阳高架的高速公路要通到苗栗头份这搭。高公局也已经初步完成规划，打算会通长39公里，爱开750亿，爱做6年。目前会当预计讲会当分散，会当塞车路段30%的车。不过苗栗县长徐耀昌却是公开反对，要求讲爱通到东路科学园区，若无就是把新竹塞车的问题拼去互苗栗。交通真无用的时阵，五油高架道由尾段接国道1号，毋但车流汇合，佮加上境外湖口工业区甲新竹科学园区，常常对湖口一路塞到新竹，佮有可能塞到苗栗头份交流道。高工局目前初步规划，五油高架道塞到头份，总长39公里。不过苗栗县长徐耀昌公开表示，讲伊反对。我说，我身为一个头份人，我坚决的反对五羊段，从现在的杨梅一直延伸到头份。到造桥一个交流道，再下去到铜锣科学园区，接起来一个完整性，这才叫做前瞻啊！徐耀昌认为，高工局的计划是将五油高架道伫咧头份交流道进正接登去国道1号，安尼敢若是把会塞车的路换去头份，应该向南透30公里，直接来接东路交流道，唔但当解决塞车问题，嘛会当互竹科甲东路科学园区有相通。新竹县市政府是针对南投的计划表示肯定，不过敢是要通去东路，市政府是表示尊重交通部的专业。延伸到头份或者是铜锣园区，
那我们建议交通部要用专业的角度来切入，来评估、审慎决定。五杨高架有进一步的一个消息，对于延伸的一个定案，我们乐观其成，对于整个解决大新竹的一个交通是非常有帮助的。交通专家是建议，五杨高架道的问题，袂当干那对解决交通塞车来思考。所以呢，我们就要去分析，我们这样子的问题，透过五杨高架延伸，可不可以改善新竹地区的交通？那你延伸过去的话呢，要改善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会不会衍生新的问题？相关的成本、效益去做评估。若是照高工局初步的计划，五杨高架道南塘去苗栗头份，总共需要经费差不多是750亿，工期差不多需要6天的时间。若是刚好要通到苗栗东路，交通部要求地方政府提出相关的计划，再搁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国际机场本地要进行航厦改进规划，不过交通部重新评估印太区域发展，决定要甲高雄机场混合化，希望会待在2040年的时阵，建造一个会当抵2000万人的机场，会甲2栋旧的航厦甲1栋新的建造一个大航厦。旅客排队报到高雄小港机场大厅，一时都去甲10通通，因为年旅客量一直创新高。尖峰时段小港机场4座报到柜台88窗口已经特别无够使用。交通部自年底原本要将小港机场扩大到2035年年容量达到1650万人次，不过最近要搁增加爱到2000万人次。它有机会成为一个通往印太各个市场的区域性的机场。我们保留一个方案，把现有的货运站再往东移，客货分流之后，年容量可以做到2000万人次。小港机场目前是以连通道连接国内甲国际2栋航厦，交通部规划2027年完成新航厦，2037年扩建新航厦，2035年将国内国际航厦整并新航厦成为一个大航厦。2040年客货分流，学者也认为，小港机场目前腹地也未饱，现地提升规模，比起新机场较好。在尖峰时间，它很需要这样的一个量，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旅客都使用自助报到柜台，所以他们还有预班登机，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需要太多的柜台，所以2个合并起来，这个是有好处的。学者认为，小港机场也适合发展国际航空。交通部表示，因应印太区域经济，评估高雄唔免取消宵禁，就已经达到2000万人次的规模，所以也规划台中相关建造跨印太区域的国际机场。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长郑文灿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仔日做伙骑脚踏车，宣布讲新北市甲桃园的大汉溪脚踏车道已经烧接啊，而且对石门水库会当骑到淡水甲八里，也宣布讲新北市甲桃园的图书馆做伙来合作，甲960本的册会当互相借来借去咯。大汉溪自行车道，赞！桃园市长郑文灿、新北市长侯友宜相约骑脚踏车。全国新北市甲桃园市2市之间的大汉溪自行车道完成串联，全长65公里，民众会当一路自石门水库骑到淡水的渔人码头八里做花。在桃园市大概675公尺，那花了大概4000多万，把原来的3.5米拓宽为8米，从桃园的石门水库到新北市的淡水65公里。另外，2市也宣布图书馆一正通服务正式启动，即马摕桃园市的借书证，只要先到新北市图书馆的网页登录开启。若是人借桃园新北2市图书馆的超过960万册书，也当借台北加贵人市图书馆的书。不分彼此，我们都是全力以赴，让我们的2市的市民能够共同生活得更好。有过一个好日子，所以大家斗阵表，咱拢尽量认真拍拼，做代志就好。两位市长讲，桃园市、新北市今年2月12日制定建立合作平台，定期办双城论坛，加强市政建设的合作。未来这份交通、防灾、观光、智慧城市、环保、防疫加城市外交等合作也开始推动，做到一条生活圈串联。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维吾尔人权法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伫初九也召开记者会，批评美国是咧骗想中国对维吾尔的反恐政策是伫咧干涉中国内政。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讲，目前中国有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因为中国无法度人权依法的功能完全发挥。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认为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任何搞乱新疆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大声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是因为美国众议院进前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中国压迫新疆人权的官员。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反击，新疆自治区主席扎克尔强调讲，过去新疆一直来发生恐怖攻击，政府所做的代志，敢若是去极端化的措施，还有机灵教育培训，甲美国政府所做的反恐怖本质无啥物差别。美国所谓的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无视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发展。华人民主侧议董事主席张建源分析，目前中国也是主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嘛互相关的功能无法度发挥。若是中国敢若是想要打击恐怖主义，应该加强开放新疆再教育营的透明度，互外界确定内底关的拢是恐怖分子。针对这个恐怖主义的话呢，中国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证据让国际社会，特别是到所谓的在集中营在教育营当中呢，去进行这个实际的访视了解。学者认为，讲人权议题无分国界，国际社会拢应该保持关心，无干涉内政的问题。若是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谴责迫害新疆的行为，而且制裁负责的官员，实施出口禁令等等。目前这法案佫需要美国参议院同意通过，而且由总统川普签署才算有效。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的总统普廷加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初九伫巴黎加法国、德国两国的领袖举行高峰会，讨论结束乌克兰东部战争的方案。不过，伫咧会谈的前一天，乌克兰首都的独立广场组织5000名示威群众，要求乌克兰总统必须爱捍卫国家利益，强调讲因绝对袂用袂接受国家主权甲独立性来成做和平协议的交换。乌克兰东部的战事，也就是顿巴斯战争，自2014年爆发到即马，夺走超过13000条人命，是欧洲地区目前唯一的武装冲突。听3年的和平会谈，初九要伫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以诺曼底模式4国会谈的方式举行。除了乌克兰、俄国两国元首以外，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德国总理梅克尔拢会参加。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上台以来第一摆甲俄罗斯总统普廷面对面会谈。乌克兰境内亲欧甲亲俄阵营彼此势不两立，刚要甲莫斯科坐来讲，到这真侪人生气。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车被组织5000人向泽连斯基施压。Це є віче підтримки України. Єдине проти кого це віче? Це проти країни-агресора і Путіна. Так чи ні? І що Зеленський, наш нинішній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каже, що він дійсно президент великої держави і буде себе вести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великої держави. Не піде на поп'ятну. І ті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які там будуть, вони будуть тільки на користь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泽连斯基主政了后，基辅甲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明显缓和，讲话换人。前线3地区交战部队撤守，中国俄国方面佫将去年克赤海峡冲突所卡压的3只军舰献予乌克兰。基辅方面是保证叛军伫俄东所掌握地区应得到特殊地位，佮举行选举。看伫真侪乌克兰人的眼内，因讲是甲投降共款。中国月7日甲19，乌克兰所做一份民调显示，53.2%的受访者反对顿巴斯地区有特殊地位，62.7%的受访者反对和分离主义分子特赦。初九要登场的4国会谈，也是马克宏和俄罗斯重返欧洲组长的试验。这位讲北约组织已经老死的领导人认为，欧洲不应该再继续鼓励俄罗斯，应该甲俄罗斯建立密切的关系。这和一寡新的欧盟成员国，亲像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波兰，感觉真不安，也加重法国甲德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咱拢知影讲日头赤夜夜是随人过性命。伫纽西兰北岛丹波外海观光点，碧岛火山最高却熊熊爆发，当时大约有60名的游客。警方也表示讲，已经知影讲有5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受伤甲失踪。北岛火山伫咧纽西兰北岛东花50公里外，当地时间最到下昼2点11分，突然间发生火山喷发。自纽西兰本岛就人看到青彩白烟，伊当初已经有一组游客到火山口附近，尾下火山火甲烧气过冲起来，互人看到就惊。警方确认至少有5个人不幸死亡，目前还阁无法度确认最后的伤亡数字。Continues to be an evolving situation. We know that there were a number of tourists on or around the island at the time, both New Zealanders and visitors from overseas. So unfortunately, I can confirm there are 5 people now deceased. We initially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 100 people on or near the island. We now know that there is fewer than 50.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shore. However, there is a number still remaining on the island who are currently unaccounted for. 地震机规工来来回回，至少已经有23个人登到纽西兰本岛，其中包括一寡受伤的人，大部分拢是小烫伤。因为火山状况还无啥稳定，目前搜救人员无法度登上北岛，只要进行事故就会随登岛救人。纽西兰0到5级的火山警戒系统，即马状况已经自4调降至3。火山专家讲，北岛这边的火山活动是中度喷发，程度敢若是咱伫咧青岛。火山目前喷发的高度差不多12000英尺，应该袂啥会影响到本岛。纽西兰的总理阿尔登有记伫今仔日较晚时阵要去当地视察。记者综合报道。有的嫌是因为天气伤过寒，伫咧困；也有的嫌是因为天气无够寒，却无法度生存。在日本的新社有一间诊所，发现讲有3只嫌走入去伊的仓库伫咧困。另外在罗西亚有8间嫌因为冰伤过薄，无法度讨食，也做伙去到附近的住落，险险甲当地民众惊一险险半小时。同款为调查物件，让入去人类大的所在，阁有北极熊。俄罗斯楚科奇地区因为气候暖化，北极海冰涌起，并暂时愈来愈薄。北极熊无方便掠这猎物，集体出走，接近了当地居民的庄仔头。Сейчас больше ходят по окраине. Вот я сейчас стою на освещенном месте, а медведи ходят вот туда, где темно, где темнота, там берег у нас. И сейчас там медведи раскопали очередную тушу моржа. И наша задача сейчас выкопать ее, выдолбить из льда. 居民为着要互熊离开庄仔头，甲掠到的海青遗体提供予北极熊食，前后吸引了56只北极熊过来。为了居民安全，当地庄仔头成立巡逻队，取消日常活动，防止熊入去庄仔头。记者林世彤报道。接下来，咱来继续关心香港的消息。香港反送中抗议也已经要半年了，真侪抗争的民众对香港政府无信任，也烦恼讲会防威胁，所以来走到台湾占大。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自6月开始，已经有超过200名的香港少年示威者用各种管道来到台湾接受庇护。咱的陆委会也回应讲，无鼓励用合法方式来台湾。一顶挂黑色喙暗的香港少年人赶行李到台湾的教会，大个所在嘛已经互安排好，因是香港反送中活动内底抗争者，对香港政府无信任，嘛烦恼受到威胁。要提供法律协助的律师林俊宏坦白讲，有不少 NGO 团体私底下拢有斗下手。台湾这边有律师团会协助说，他们来台的签证的延长以及来台的居留的申请。安置的部分不单单只是在教会啦，应该是有其他的地方的团体会帮忙协助安置。我知道的部分都是合法的部分，可是我们不排除有走那个非法途径路径的部分。已经协助偌济香港人来台湾，伊无要讲，但是嘛强调，除了有合法来的，嘛无摆除有偷渡来台湾的人。香港反送中抗议到达已经半冬，但是敢有像《纽约时报》所讲的，6月份以来已经超过200个香港少年人用避避的方式来台湾，其中有一个人是1万美金的代价，坐渔船偷渡。他所讲那个200名的数字呢，我们还要持续的了解哈，因为我们台湾也是一个
这个社会我们绝对不鼓励经由非法途径来台，因为这个风险高。海巡署强调，目前并无接到任何偷渡的资料。根据统计数据，今年1月份到10月份，香港居民许可居留的人数是4352个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0%。6月份了后，每一个月香港来台湾的人数拢有倍悬。10月份上济有1243个人。陆委会嘛表示，在港澳条例现行法规的限制之下，已经有处理的机制，会依照人道原则，佮有相关的法规来处理个案。记者郭彩票做台北报道。香港伫昨举行国际人权日的游行，主办单位民阵统计有80万人来参与。网友也在今仔日透早发起300个抗争，不过是真平静，交通无受到真大影响。学者观察讲，五大诉求也是民众想要爱回应，而且经过理工大学的事件了后，民众也知影讲用硬去呛无一定有效，就要用头壳去想办法。所以伫昨个游行也出现了成效号。针对红毛警察进驻地铁站，网友伫8月5发动大沙巴黎明行动，伫山田屯门等所在抗争，不过整体气氛平静，无影响到交通。中岛网友发动家己拦截行动，虽然无发生冲突，不过警方依然甲民众站来检查，也甲一名女子带上警车。有关反送中运动半年来，警方变做政权的拍手。立法会、区议会等民主派390位议员发动联署，反对政府就要检讨公务员薪水、甲警察加薪，作为追究警察暴力嘅第一步。民意係好清晰嘅，就係警隊加薪理應要抽出嚟獨立審議。伫吹背禮拜80萬人大遊行，香港高等法院甲終審法院暗示予人等汽油彈辦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出面指責示威者，講香港已經亂了6個月，港人對暴力已經厭倦。香港已經亂咗6個月啦，我相信比較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已經厭煩，咁因此咧，我覺得回復理性咧，呢個係最好嘅時候。不過學者認為，反送中運動未這麼緊就結束，有可能向有組織的方向進行。昨天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就是有一些人去自發的喊這個主工會的口號。經歷過上個月重大的事件、旅大的事件之後，我覺得很多運動的支持者都會發現，就是以不停的武力的程度去升級，不一定有正面的作用。就要思考是不是要將整個運動的能量轉化到主機的一邊去。反送中示威半年來，警方統計總共逮捕6022人，其中2393人是學生，差不多佔4成。以理大、港大、中大上濟。學者認為，追究警察的暴力等5大訴求，依然是群眾的上大共識。只是經歷過理大圍攻事件了，民眾也在咧思考，抗爭需要有新的模式，才能行了長久。記者綜合報道。美麗島事件已經40年啊！民進黨初九伫圓山飯店舉辦紀念活動，邀請總統府秘書長陳菊、總統府主席姚嘉文、甲前台北縣長游青等美麗島的受難者出席。民進黨主席杜英台致辭的時陣，就代表民進黨向美麗島事件受難者表達上大敬意。總統府秘書長陳菊也感謝，當時有辯護律師願意站出來，替一寡受難者來辯護，也替民進黨的未來充滿期待。紀念美麗島事件40周年的活動，在優美的輕聲中開始。民進黨初九在圓山飯店舉辦紀念活動，邀請總統府秘書長陳菊、總統府主席姚嘉文、前台北縣長游青等等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出席。民進黨主席杜英台致辭的時陣，先代表民進黨向美麗島事件受難者鞠躬，表達上大的敬意。真濟前輩在這個大中失去自由，甚至付出了性命的代價，證明台灣的人是袂去予這款的威權打倒，反倒轉來會一再二再勇敢站出來反抗。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之一，總統府主席姚嘉文也講出迄段抵抗威權政治、追求民主的過去。那是因為我們有長期的努力、長期的主張，而且正確的方向，才有今天。所以請大家記住，
美岛运动不只是高雄事件，我们继续努力，谢谢各位。现场也播送黄信介20周年影片，甲美丽岛40周年纪录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除了感谢迄当时有辩护律师愿意站出来替受难者辩护，也讲出对民进党未来愿望。我希望明年美丽岛事件41周年，咱主席会当甲真济有较准备充足的时间，甲真济人会当共同来去思考，讲40年前咱同齐安怎合和团结，大家人为台湾伫打拼。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仔日也讲，咱正做民主运动的后辈，应该爱感谢迄当时任何一个替民主打拼的人，也爱珍惜即阵真无简单所得到的民主。记者洪敏晶、张玉水台北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的健康。国内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大约有5%的感情是甲 HPV 病毒感染有关系，包括着子宫颈癌等等拢是，而且是查甫拢会互感染到，甚至有红婴仔的尻川生菜花，可能因爸母喙烂内面有 HPV 的病毒，才害到这个红婴仔受到感染。拄则最近2个月嘅查甫幼婴仔，因为发烧断气。医护人员检查身体发现，伊尻川皮有8个，检验结果竟然是菜花，也就是感染人类黏土病毒，简称 HPV。医生讲，大约1成到2成的成年人喙烂内面有 HPV 病毒，可能就是感染的原因。他的屁股旁边常常会有湿疹这类的问题，皮肤皲裂，然后再加上我们口水里面有病毒的话，它沾染到这个皲裂的皮肤，它就会导致传染。医生讲 ，HPV 是一种性传染疾病，大部分拢是性行为感染，但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感染的个案。比如讲，公共场所的门把、游泳池也拢有感染的风险，而且有5%的感情是 HPV 感染造成，包括子宫头癌、外阴癌、阴道癌、阴茎癌、盆腔癌、头颈癌，佮加菜花，也就是医界定定讲的6癌疾病。若是有做 HPV 疫苗，会当增加7成到9成的保护力。HPV 总共有100多型，那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疫苗最多型别是9型，所以这9型已经涵盖了7成到9成的生殖道的癌症，所以已经可以提供这么多的保护。医生讲，不管是大埔查某拢有可能感染 HPV。目前全世界已经有40个国家实施疫苗男女共同接种计划，其中澳洲2013年开始实施男女公费注 HPV 疫苗。不过医生提醒，就算有注有放射、有性行为的女性，也爱定期接受子宫头的抹片检查，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中火力发电厂减碳基地是热喷喷，不过环保署公布上新的数据，讲在今年10月到11月空气污染的 PM2.5，营业诱粒的高度是减少7.2%，表示污染有控制掉。不过环保团体也讲，就算有改善，在南部有的所在，居民着癌的风险也是真悬。外界一直批评蔡政府为了要推动灰色家园，造成烧煤的发电量提悬。能源局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到9月烧煤的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10月也减少。只有环保署的数字显示，今年10到11月南部地区 PM2.5 浓度比去年同期减少7.2%，空气品质指标 AQI 大过100个月，今年也比去年同期减少46%，显示防疫措施有效果。像柴油车的这个部分的减量是相当的大。国公营事业或者是像锅炉的改成低污染的燃料的这个部分，也减量也很大。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这种降罚也是无法度保障当地民众的健康。像高雄、兴达、老旧电厂的烧煤机组也无换掉，一个林园工业区也未设置光化学测站，针对重工业的管制加污染防治也各有待加强。在临海工业区的致癌风险呢？是超过1/1000的，这个下降的这个污染量对民众的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希望环保署不要以此就沾自喜。1808年1月到9月，烧煤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不过去年是比前一年增加2.06%，从18年来新高。经济部能源局讲会继续减煤，只有环保署讲
小煤发电量增加，无代表 PM2.5 排放一定会增加，也是看是使用老旧，也是悄悄临界上升机组发电。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所管的10间公股机构，包括着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分州公司等等，在今仔日签订团体协约，强调讲禁止外销条款，以及着员工持股信托制度，按算讲有7万多名的公股员工会受到庇荫。全国产业总工会也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大的突破。甲安部九开，已经有搭10间公股机构的团体协约。财政部下骹的9间公股银行，包括合作金库、台银、土地银行、甲台湾分州公司等等10间公股机构，正式签订劳资团体协约，保障员工这场的权益。差不多有72000的公股员工会当得到福利。公股民营化的这个行库啊，也都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持股信托的部分。那么这个持股信托就是员工在平常领取薪水的时候，那提拨一部分呢，那么资金信托来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那么公司也会相对的提拨一部分资金共同来购买这个股票。这届10间公股来签订团体协约，参加有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兆丰银行、台湾分州公司等等的10间公股机构。若是协约的内容上大的重点，就伫咧禁止顺刷使用的条款。敢若限制工会会员会当享受相关的权利。另外，还有真侪间公股银行办员工持股信托制度，透过劳资双方提拨共同比例资金、认购股票，会当做加薪水的配套，或者是退休的提拨，互员工会当分享公司的利润。不过，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指出，考虑到无共间银行的营业规模，每一间银行所签的团体协约的福利有无共款的所在。是因为它是服务业，员工未必加入是工会的会员嘛。那用这种方式去鼓励这个员工也统统加进来工会，现在变成条款几乎都放在里面，是一个很难得的突破嘛。全国产业总工会表示，台湾企业有签团体协约的比例是较低，也是透过工会团结争取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去年的寒天无够寒，所害着奶子营养无开花，超过70%的山区拢无收成，也害着米的产量大半。彭龙表示，这是有史以来上较严重的，只好后冬啊。彭龙整理彭箱仔采花蜜，不过无笑容，因为今年奶子灵应无开花，造成奶子灵应蜜大减产，只剩无甲1/10的产量，用采收的只剩100花蜜。这成熟的蜜销售能量转化最完整。以108年来讲，是我养米红55年来第2惨嘛，第2摆上惨的一年啦。开发不了蜜，气候失常了后，植物生态完全都是没有办法应用，采不到蜜啊，只有能采到乌桕蜜、甲咸丰草蜜、荔枝蜜、甲龙眼蜜，拢总无。东南部去年底冬天比往年温暖，搁少雨，造成奶子灵应。伫今年春天开花结果状况歹，根据农委会估算，今年奶子灵应各地开花率无到3成。台湾市螃协会指出，奶子灵应蜜是台湾本土蜜的主要大宗，平均年产量差不多是1万吨，不过今年只剩1成。去年是因为暖冬，然后造成今年的荔枝龙眼开花，一般平均的话在1万公吨，现在产量就不到往年的1成。好佳在今年入冬以来，气候配合节气变化，澎龙有测，每年开花状况比今年较好。不过，就惊天公伯变面，采收期天气确实无好，丰收也是欠收无答案。虽然说来去是百花蜜采收的季节，不过因为全台总产量比奶子灵应蜜较少，而且消费者对百花蜜较肥口味接受度相对较低，对于蜂蜜市场的帮助有限。澎龙也请消费者体谅，今年度产出的奶子灵应蜜价格会小可悬，甚至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的凤林公园有真侪民众会去运动，去遐行踏。最近才发现讲，公园内面有真侪粪扫甲鸟鼠，甚至有的民众一回就看到20多只的鸟鼠。当地居民讲，这款情形也已经真久啊。虽然逐日拢有人来表示，却无看到鸟鼠伫咧捡。伫公园这角啊，规个全粪扫，而且还有规阵的鸟鼠。现场看至少超过10只，互人无法度接受。这是凤山区的凤林公园，当地活体育馆边仔一个小巷，普通时真侪人来遮运动。实际到现场虽然无蹲粪扫，不过鸟鼠不知啊多。还蛮恶心的啊，很不 OK 啊！毕竟小朋友都在这边，
可能一不小心摸到什么的，可能就会生病了。我大家拢来这些，啊，看到什么啊？啊，鸟鼠啊。当地民众讲，常常看到规定的鸟鼠，虽然逐工拢有来摒扫，但过也看过有人带物件吃。卫生单位提醒，鸟鼠可能造成传染病。在我们邻近的中国主义，那紧接着春天也有可能会有汉他病毒的一个传播，因此适当的控制鼠只的密度是防疫的不二法门。固定的时间去巡查，去看看有没有食物把它拿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会去加强在那边的一个环境清洁。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去看看到底是谁劝他不要再放食物。一个所在管辖权小塔，伫看局处厘清了，确认是文化局。文化局讲，鸟鼠这么多，是因为有人吃，或者是蛋粪扫。顶礼拜已经采鸟鼠液化，虽然目前是委外管理，严格会继续追踪，也会加强周边的清洁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石油化工安顺厂的污染整治还未完成，可能要到2024年。不过，真有风声讲，中国石油化工打算要把较晚污染区的日本宿舍区改做是商业区，煞引起学者质疑。若阵整治还未完成，市政府就来核准，讲甲较好听，拢是空嘴保字。中石化安顺厂日本宿舍区周围是围起来，外口阁放告示牌，因为这个地点伫2014年去由市府指定为市定古迹了后，就无开放。但是日前传出中石化公司打算将邻近的污染区的日本宿舍由住宅区变更为商业区，并且设置外林村、购物中心等等，并且希望2024年完成开发。消息一出，是引来学者甲地方的批评。它只剩下一个热处理的处理方法，然后它的热处理又时常坏掉。以目前来评估，绝不可能在113年完成污染整治，所以我们就很纳闷的说，当整治还没完成之前，怎么会有一个愿景？当然是可以提出规划，但是所有的执行是应该在你整治完成之后才可以。中石化安顺厂大澳新的污染整治，2010年5月是启动除污的工程，预计2014年达到污染减量82%，并且伫2024年完成整治。但是因为进度严重的落后，目前仅32%。法律规定，至少协议规定说，这个要整治到什么时候，中石化就进度不能落后。这部分我相信地方政府一定要善尽监督的责任。引发地方质疑的声量，中石化低调无受访，敢若提出新面是表示会遵守各项的整治规范，并且家己承担高额的整治费用，希望伫2024年会当完成整治的工作。对于有关于远景开发计划一事，目前敢若请学者提供远景的计划，并且甲居民沟通互动，会阁按照当地居民的意见再行评估调整。记者王建云台报道。人讲日月潭的风景是水甲通人堡，山明水秀，好佚佗。伫南投的日月潭，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风景。最近落雨上开始泛红啊，会使去日月潭遐散步，也会当去遐脚踏车。咱也做来看这个美丽环境。已经入冬啊，天气愈来愈凉冷。对气温的变化，南投日月潭的落雨上，有的还阁黄艳艳，有的已经开始转红。亭亭塔塔的风景实在真水。但是，甲别位无共的是，遮阁有一条宽潭步道，真侪人来遮骑脚踏车也是散步，哪运动哪享受沿途的风景。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落叶那之类的了，有的那个叶子变黄黄啊。来遮感觉风景水啦吼。水。一般是要运动啊。一般是赏风景啊。观光客来日月潭旅游，大个所在有真侪选择，即马伫潭的边仔，阁有无共款的选项。露营是最近家庭旅游真受欢迎的方式，会当伫大自然内底放慢生活的脚步，欣赏落雨上的水。这里是可以露营啊，那个价格的话，像大饭店的话都是假日都要破万，那我们这里的话1/10的价格就可以让你体验露营的感觉。落雨上伫日月潭的烟花，正做一幅有真侪色水的图。趁即马天气也袂伤寒，会当全家大细做伙来行行看看咧。记者综合报道。
咱看山日月潭，咱所来看宜兰罗东的林业文化园区，因为这个所在边仔有浸茶，所以有真侪过冬鸟拢会飞来到这，而且拢会带到明年的季节。也提醒民众，若准备去看鸟的时阵，就爱细腻，千万唔通去甲因吓惊到。又搁到岛鸟来台湾过冬的季节咯，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边仔有浸茶，毋但是重要的林业历史遗迹，嘛是济鸟仔的天堂。来遮做客的鸟仔，毋但有暗光鸟、水嘉玲、甲白灵狮，徛伫边仔四边的步道，无定可以当看到海茄啊、甲乐卡。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园区每年呢会有哪些冬候鸟来访。我们罗东自然教育中心呢，也在12月21号开办了池畔赏鸟趣的课程。那可以教大家怎么用望远镜来观察这些鸟类。为着要让民众更加熟悉岛鸟的种类，罗东自然教育中心拍算伫12月2日办看岛鸟的课程，教大家爱安怎用吊镜观察鸟仔，佮安排趣味的倒仔耍，让民众若佚佗、若了解鸟仔的特征甲习性，开始观察鸟仔的第一步。也希望大家来园区欣赏这些鸟类的同时呢，不要做出声音去干扰它们，也不要任意的喂食它们，尽量就是让它们以他们原来的方式在这里度过冬天。这个岛鸟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过冬，按算会休到明年2月。罗东自然教育中心提醒民众看鸟仔时，就爱会记哩，唔通甲鸟仔接触，唔通摕物件互鸟仔食，莫甲鸟仔吓惊。讲话嘛爱轻声细细，万万唔通甲岛鸟交叉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元宵节就要去跳菜鼓、带虎母、跳头班场，才当过好红。所以元宵节就是咱台湾人的情人节。每一年的灯会，大家拢嘛真期待。咱要来看这连续3年摕到花灯冠军的台中感觉团队，这个成员毋捌接受到专业的训练，不过拢真有才情，也做出创意花灯。今年也做出3座大型的花灯，咱做伙来欣赏。当年的台湾灯会，拢会请国内外900万人来参观。这挂花灯拢是无共人的作品，上接看到的是学生囡仔的创意作品。不过有一个特别的团队，已经连续摕到3年机关组的冠军。因是台中家角的灯王团队，团队内底成员无受过专业的训练，拢是靠家己一点一点摸出来的。因为未读这家王的，已经加入灯王团队2年，逐工用手咧拗按灯线。焊接花灯的骨架，规双手是伤痕累累。每天都会因为铁丝割伤手啊，或者是被电焊烫到，每天都会有烫伤或是割伤、受伤的情况。要做出一座大型的花灯，上少要3个月。对月设计图开始，拍板啊、牵电火到上尾啊喷漆，甲花灯装好水水，拢总是手工做的。成员之间互相研究，愈做愈熟悉，慢慢啊找出方法。用经验创造出一年比一年更较好的作品。摆当较无经费，有当内衫摕来网帘，上起头是安尼，摕来网帘安尼，来安尼学阮主管找资讯安尼，来讲，讲，阮再来摸索安尼。过去的那种经验，慢慢累积出来之后，灯网的那个作品都觉得。会在细节方面会再更加的要求。对4年前成立到大，台中家角的灯王团队对啥物拢无，到即马已经成功3连霸。那已经掌握到做花灯的美感，作品愈做愈有路。台中家角预计今年要推出3座大型花灯，敢会有更较创新的出头，真值得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要注意，千万唔通互日头骗去。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13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
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英国伦敦看剧团的展览，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赶紧时间，咱再会。